开就有芳开啊！你要改装吗？我先看头家装好。我装哦。哇，就直接装哦。对啊。你们漏斗。哇，金细细呢。头家，你拢在讲啥？我拢讲行啊来回。头家你好，哇，这有够香的呢。头家，想要请问，为什么北港的油遐尔有名？婚姻馆五谷杂粮，就是咱的十国集散的所在是伫咱北港遮。真是原料伫遮，对不对？敢是每一种麻拢会当变成麻油？一般咱有乌麻油、香油、白麻油，啊，甲咱咧做糖仔的麻仔无共款。这两种是香油用的，这小白，这大白。这台湾敢有？无台湾无白麻，台湾种的麻大部分拢种这尔，这是乌麻，这两个拢是乌的啊。嘿，啊，这泰国的，台湾因为伊的土地营养分较好吼，所以伊种起来麻会较水。啊，这款是啥物？这就是一般咱咧食的迄白麻糖，那比如讲咱外口咧做麻辣啦，是咱咧用的迄种麻糖用的，土老糖用，伊就是用这种的。伊这嘛毋是白麻，这嘛毋是白麻，无这啥？这是类似种的来脱壳的。啊，所以一般咱消费者拢会跟你讲啊，白麻带这些唔对，这是脱壳的。脱壳的这个呢？刚好咱咧讲好多麻仁，这才是正白麻，白麻伊会吸水的，唔是安尼。哦，原来麻的学问遐尔济哦。对。啊，佮有看到后壁这罐为什么有杂质啊？这啦，这就代表讲伊是用煎的，啊，伊是自然落去炖的，啊，自然炖的时阵变成安怎？伊的杂质就更久一定会炖者。啊，一般所以咱油做吼，你像阮正常的油做好差不多热天1个月，寒天3个月才有卖。该坑哦。啊，你坑了炖落啊，无你这体地哪有可能一罐就变咱清清？有道理。伊就是落啊，这炖炖的这物件起来吼，让消费者讲啊，你这是毋是歹？其实传统做法一定会。更久的一定薄薄啊，还是都正常。哎，听遐尔济，敢袂当带我去看卖做油的秘密？会使。头家，我即摆就要来了解麻啊是安怎变成麻油的。咱一定是先麻经好了，就是炒麻，啊，这是炒好的啊。冷却了再来麻粉，麻粉再来吹。所以咱定咧讲吼，都无吹不成壳，就是咧讲麻油迄个麻啊，你要做壳，你麻壳咧爱吹起来，啊，吹好再来煎。变做壳了就是麻啊大饼吼。应该是讲大，一般阮拢讲麻壳啦。啊，一遍煎来煎偌济？像迄工程安尼一排安炒就是40块，伊煎好了再煎大了，伊放咧互伊水，到尾把迄个壳起来，啊明仔载才有包。啊，煎好的麻啊，敢是单调？无，迄麻壳迄是肥料用的呢，咱咧种树啊、种花拢用会着的呢，营养分足悬的啊。唔过油厂内面看起来拢垃圾的。按来讲啊，油是唔惊垃圾，就算你要面一杯刷甲淡落去，伊嘛会沉落去。所以想到咱油做好爱放了垃圾的物件沉落去下骹，伊会解分解，所以油是唔惊垃圾，爱惊食物件夹水。哇，有够香呢，拍开就有香开啊！你要改装吗？我先看头家装好。我装哦。哇，就直接装哦。对啊。你们漏斗。哇，金细细呢，所以若是人客来买，拢是现地吼。无这玻璃敢若机械装的，正常拢装白的。头家你手拢袂搓呢，你手袂当搓哦。来试看卖。油较悬的，油较悬的。油较悬的。我咬呢。咬哦，我会当装玻璃啦。卖错啊！这拢袂当讲话，真个满呢。哦哈。哇，这罐就是我家己装的。哇，安尼就做好啊？袂歹呢。拜托，什么人？行啊来上来行啊家，当然是会使。安尼我会使甲你留起来做店员。头起来啊！留起来做店员啊哈。头家，咱这道敢有啥物行啊来话？较早咱有讲就讲吼，降较贵的麻油啊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因为工资悬啊，因为咱咧做油，咱就入去油厂咧看咧做，安尼做热的啊，吼，啊工济完全靠手工的，工资比麻油较贵啊。所以咱这道行啊来话就是，降较贵的麻油有够高工的啦。平常食麻油，拢唔知影麻油是安怎做的。行啊来上来遐啊家，就是要来带大家体验各行各业。若是讲想要学啥物行啊来话，就要按时收看行啊来话。
伫咧后壁遮吼，有一间已经团6台导游工厂，导航带我来遮，敢是安尼行？敢若是这边哦，好，来去。你看，应该就是这间，来去看卖咧。头家，你拢咧讲啥？我拢讲大家来回。你好，歹势，请问头家敢有伫咧？哎，阮就是啦。你算第几代啊？爸爸是第5代，阿进阮是第6代。做足久的哦。嘿，可能有食8档以上啊。头家，我今仔日想要来看应游到底是啥物？应游就是乌豆的导游，阮弟弟拄好在做，你会使去找伊。好，安尼我去看卖哦。哇，起来就屁都芳开啊！有够芳的啦！头家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应游到底是安怎做？其实就简单的啦，我大略甲你讲者吼，第一咱爱拣豆啊，品质都爱好，甲豆煮好熟。过来就是种豆菇，过差不多是礼拜，洗了咱就会使落暗羹发酵，差不多发酵半冬。你像我即马就是咧看讲吼，即羹的状况如何？我知影讲豆油有分大的，佮有湿的，这差别是伫倒位？咱这就是水羹的吼，伊就是伊在盐水内底发酵，才会较清芳。你若讲要运啊，要创啥拢会使。啊，内底拢无水的，迄就叫大羹的。大羹的味伊会较重。啊，不过咱用豆做的豆油甲乌豆做的豆油差别就是讲吼，咱乌豆做的豆油最适合卤的，伊愈有烧会愈芳，啊愈滚会愈芳。所以咱家拢是乌豆做的豆油。嘿对。我甲你介绍一下，咱这就是敲豆菇，因为咱洗豆菇了吼，伊会结规圆，咱就爱甲敲好零。这有偌重啊？10几公斤。那遐重，真正足重的咧。后一步咱就是甲这吼倒落咱的柑仔内底，啊，就要敲盐，你规个甲拼落就好啊。这毋是牛排啊，总破塞。这毋是牛排，嘿，你俩拼落就好啊，规个拢安尼拼落就会使啊。这敲嘛是有技巧呢。嘿，盐爱食好嚼，无吼，你若无食到盐吼，在开工的时阵吼，就会讲啊内底已经嗨去啊。安尼。嘿，咱拢先甲塞对中央去，啊，才对中央甲杯互开安尼。我阁有做功课哦，就是咱兜的豆油拢无淋一寡有的无的。咱兜物件拢是原料尔，水、乌豆、糖、盐，无啊。咱发酵的时阵吼，有落功夫啦。发酵无好吼，伊就袂干，就袂芳。真正是天然的上健康啊！嘿，天然的上赞啦。这3罐拢无共款色水的。第一罐这是用水缸咧做的，色水就是讲吼较浅。我这支吼有迄个水缸去淋大缸，较袂讲味遐重。啊，这豆油糕就是用咱的豆油去牵筋，啊料就变豆油糕。我平常时咧食的豆油糕色水无共款的。咱无淋糖乌，啊所以伊就无法度到遐乌安尼啦。你试看卖啊。好，浅的心吼。嘿，浅的心。安尼。咸甜呢。水缸的吼，咱要拌青菜，啊煮汤这种最好用的，因为伊色水浅嘛。就是水羹淋大羹的。真正有较芳哦。我是开这支啦。是，这个口味有较重，不过咸度是拢差不多。对。这煮汤加卤物件啊，拢会使，拢会使。啊，不过这支煮汤会较色水较重淡薄。是，安尼我来试看卖豆油糕。这会当配饭呢。嘿，啊，嘛会使อุ่过。有够好食的啦。以前细汉的时阵，就会煎一粒卵，啊，豆腐搁淋落迄个蛋糕。哦，这叫做鸡卵糕。头家，咱这道敢有啥物行啊来话？咱以前有一个行仔来话叫做上紧若无糖，世间就无人。以前吼技术较无遐好，有当时啊人咧饮豆油的时阵，暗光很开，啊内底拢是糖。啊，不过吼，即马吼咱技术拢进步啊，咱会做较好的物件，大家食了健康，啊天然的物件上好。搁好食，所以咱这道行啊来话就是上紧若无糖，世间就无人。天然豆油真够工，无怪煮食料理甘搁芳。今仔日来听因的制作过程，真正是来运豆油尔啦。因做豆油的功夫，搁有100多档的传承，真正是乌干仔底豆油无底看。伊的成分拢足天然的，食起来拢袂有负担哦。有遐尔健康搁好食的豆油，我真正会当逐工拢食白饭浇豆油啊！这款豆豆送。趁着啊，趁着啊！